各位姊妹，今日咧係第333條，問嘅就係邊個可以領受聖潔聖事呢？嗱，咁啊唯有咧受過洗嘅男性先能夠有效咁領受聖潔，即係話只可以男性咧係做神父、做執事同埋做主教啦。咁當然啦，即係近代啦都呢個受到挑戰嘅，會覺得咧，即係好多人覺得而家男女平等啦，係咪？男人做得嘅嘢，女人都做得啦。咁點解又唔俾有女執事、女神父或者女主教呢？咁樣嗱，咁天主教會裏邊嘅反省咧就咁樣嘅，就係咧主耶穌揀選咗嘅做宗徒嘅咧就係男人啊嘛。而呢個12個宗徒嘅團體咧，佢哋咧亦都係選擇咗男性嚟去做佢哋合作者，繼承佢哋嘅任務。當然有啲人話，咁其實即係受文化影響啫。嗰陣時即係男人主宰一切嘛，係嘛？咁所以梗係揀男人啦。咁我哋唔知係唔係因為咧主耶穌咧，其實佢有好多嘅講法同埋做法咧，都跨越咗男女性別嘅即係嗰陣時嘅阻隔啊，嗰陣時嘅睇法啊，係嘛？咁所以即係咪佢因為即係文化咁樣環境咁樣，佢就唔揀女性咧？我哋唔知不過咧。天主教會就覺得咧，既然耶穌咁樣選擇咗12個宗徒咁樣選擇咗所以咧我哋咧係受住佢哋嘅選擇咧嘅約束，咁我哋咧冇權去將呢個聖潔聖事咧就向女性開放嘅。嗱，咁好啦，除咗話男性受過洗嘅先至可以領受聖潔聖事之外咧，另外咧就係申請即係領受呢個聖潔聖事嘅人咧，其實需要辨別佢聖召嘅喎。係嘛？要去分辨嗰個召叫係唔係真係有先係咪真係咧做一個神父、做一個執事係天主俾呢個人嘅召叫咧咁樣。除咗辨別咧，仲要培育㗎，要栽培㗎。咁讀神學啊、哲學啊等等啦，係咪啊？仲有咧都需要即係諮詢成個天主子民即係問個教會譬如禮儀之前咧都有一個少少環節，就係問呢個推薦人譬如咧我成日修院啲修生啦周書記都係問㗎你問過晒呢個天主子民呢個人係咪確實咧合乎資格咧？咁我都係要講㗎咁就咁講唔係㗎，即係其實我都做過，即係發個信咧就問佢曾經服務過嘅堂區嘅本堂神父啦，嗰度教友領袖啦，一啲嘅機構嘅負責人啦咁樣如果佢哋反對咧，咁係可以寫翻信俾我咧，咁我就要話呢個人唔得咁樣係嘛，係好嚴格㗎好啦，咁今日俾大家嘅聖經金句咧，就係嚟自呢個弟茂德後書嘅1章7節咁我咁樣講：天主所賜給我們的，並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愛德和慎重之神。弟茂德後書1章7節。